香港歌手曾比特阿 Mike 喺7號32歲生日當日，正式宣布加盟英皇娛樂，展開音樂事業新篇章。為咗迎接新開始，佢仲喺 IG 大晒6嚿腹肌，展現佢嘅健身成果。除咗簽新公司，曾比特嘅招牌爆炸頭都唔同咗。網民揾到英皇娛樂集團營運總裁霍汶希上個月底喺微博 post 嘅 video， 發現曾比特已經以全新髮型現身老闆楊受成嘅紅寶石婚晚宴，同之前嘅爆炸頭完全唔同，新髮型望落精神利落，仲多咗幾分成熟男人味。曾比特透露佢同英皇娛樂喺音樂理念好夾，形容加盟過程好自然。霍汶希表示，早喺全民造星期間已經留意到曾比特嘅實力，好欣賞佢對音樂嘅熱誠同埋不斷突破自己嘅精神。佢相信曾比特加盟之後會為樂壇帶來更多驚喜。曾比特話：依家喺度精心挑選緊歌曲，希望可以呈現唔同嘅自己俾歌迷，並都承諾會加快進度，用唔同嘅新歌攻佔樂迷。